台南市竹溪乡市创建伫明朝永历年间，高达超过300多栋的历史，是全台湾第一座佛寺。这摆特别为3000多件的文物当中，挑选出明清时期的文物做展览。以人物的观念、人物的概念去串联所有竹溪市在明清2代的文物，包括匾额、包括佛像，还有一些文献，还有诗词。然后，因为如果把人物放在这一些物件里面，竹溪市的历史就会很生动的呈现出来。展览有展出清顺治16年的佛经灵书净土文，还有大家熟悉的辽南世界编页，以及三地乾隆时代的编页。其中上特别是这块万岁牌，相传是伫日治时期号名为竹溪禅师了后，第一代住持觉恩法师所保留落来的。那这个牌呢，在我们台湾有建档的大概只有4块，那我们台南我们竹溪这一块并没有被发现。这次副教授刚好把它找出来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它的背面是刻了一个面然大菩萨。当初可能是觉远和尚，他为了保存这一块牌子不要被日据被毁坏，所以他把它改成是一个类似一个菩萨的一个牌位这样。因为这边有故事，有一个人的历史，一个人的思想，搁再会当证明着讲当初时呢，真正这个所在真正文人啦，真正高人啦，对这个社会会较像人咧读册啦。寺内嘛有着2座明代时期的观音像，这摆展出的可能是上载佛像之一。未来文物馆落成了后，嘛将和日治时期的文物结合，举办跨世纪展览，让大家了解台湾佛教的历史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